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影派小生陈丽君。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李云霄。其实这些天我们一直都有在排练，应该说是时刻准备着。我们会走台，会试音，会化妆，会开嗓。能够参加这次新春戏曲晚会，对于我们青年演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荣幸，更是一种激励。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新版《梁祝》中的一个选段。从音乐上面，我们是以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为基础的，然后我们从编排上面是以善御蝶，情感上面非常的细腻，很唯美，也很诗意。出门能在这个新春戏曲晚会上表演我们的经典《梁祝》，一定是觉得非常的幸运。然后我们也很珍惜这次表演的机会，努力的把自己尽可能的把我们这个片段展示到最好。所有的经历都是经验嘛，在这个舞台上面，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经验，希望能够把越剧更好的带给观众。